大家好，準備好一齊踏上一場震撼心靈嘅宇宙探險未？今次我哋要探索嘅係宇宙中最神秘、最令人敬畏嘅天體黑洞。你有冇試過喺星光閃爍嘅夜晚，望住無邊無際嘅夜空，腦海突然閃過一個吞噬一切嘅黑暗深淵，仿佛係宇宙嘅終極掠食者？黑洞會唔會好似傳說中嘅怪獸，無止境咁脹大，直到將宇宙中所有嘅物質，甚至所有嘅人生吞噬晒？呢個問題聽落好似一部扣人心弦嘅科幻史詩，對唔對？唔使緊張，今次我哋會深入挖掘黑洞嘅誕生、成長同最終命運，破解呢個宇宙級嘅謎團。黑洞真係宇宙嘅終結者？一齊帶住無窮嘅好奇心，啟程探尋呢個宇宙巨獸嘅真相啦！黑洞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洞，而係一個引力強到令人難以置信嘅天體，強到連光宇宙中最快嘅信使都逃唔出佢嘅魔掌。呢點意味住我哋無可能直接見到黑洞嘅真面目，只可以透過佢對周圍空間嘅扭曲同影響去推測佢嘅存在。黑洞嘅核心叫做奇點，一個理論上無限細嘅點，密度無限大，仿佛宇宙嘅所有秘密都被壓縮喺呢個點入面。圍繞奇點嘅係一個無形嘅邊界，叫做事件視界。呢個係黑洞嘅禁區線，一旦任何嘢唔論係行星、氣體定光線跨過呢條線，就會永遠喺我哋嘅宇宙消失。試想下，事件視界就好似一張宇宙嘅單向網，入去容易，出來就係天方夜譚。黑洞嘅種類多到數唔晒，根據佢哋嘅質量同形成方式，我哋可以將佢哋分成幾大類。首先係行星級黑洞，呢啲係宇宙中最常見嘅黑洞，質量通常係太陽嘅3到20倍，佢哋係大質量行星燃燒完一生後嘅遺骸。其次係中等質量黑洞，質量介乎太陽嘅100到10萬倍，數量好少，科學家仲喺度努力揾佢哋嘅蹤跡。跟住係超大質量黑洞，呢啲係宇宙中嘅真正霸主，質量可以高達數百萬到數千億個太陽質量，通常駐守喺星系嘅中心。例如我哋銀河系中心嘅人馬載黑洞，質量大約係太陽嘅430萬倍。另外，仲有理論上嘅原初黑洞，可能喺宇宙大爆炸嘅混沌中誕生，質量範圍好廣，甚至可能細到得幾克。呢啲黑洞嘅質量差異咁大，究竟係乜嘢造就佢哋嘅千差萬別？佢哋會唔會無限脹大，吞噬宇宙中嘅一切？要答呢個問題，我哋要返到黑洞嘅誕生現場，探索佢哋嘅起源傳奇。讓我哋聚焦喺行星級黑洞嘅形成，呢個係一個充滿宇宙戲劇性嘅故事。試想一粒質量係太陽10倍以上嘅巨型行星，佢嘅核心好似一座永遠唔熄火嘅核熔爐，透過氫原子聚變成氦，釋放出耀眼嘅光芒同熾熱嘅能量。呢啲能量頑強咁抵禦住引力想將行星壓縮成一團嘅野心。呢場係宇宙級嘅拔河比賽，引力向內拉，核聚變向外推，雙方維持住一種脆弱嘅平衡。但係當核心嘅氫燃料用晒，呢場比賽開始失衡。行星轉移燃燒更重嘅元素，由氦到碳，再到氧、直到最終形成鐵。鐵係一個叛逆嘅元素，因為佢嘅核聚變唔再釋放能量，反而會吸收能量。呢一刻，行星嘅核心失去抵禦引力嘅能力，引力好似一個無情嘅統治者，瞬間贏得呢場較量。核心喺唔夠1秒嘅時間內崩潰，物質以驚人嘅速度向中心坍縮，密度飆升到難以想象嘅程度。如果呢粒行星嘅質量唔夠大，大約係太陽嘅1.4到3倍，佢可能會形成一粒中子星。呢種天體直徑只得大約20公里，但質量堪比幾個太陽，密度高到一茶匙嘅物質就可以壓垮成個地球。但如果行星質量更大，崩潰嘅能量會將核心壓縮到一個幾乎無限細嘅奇點，周圍被事件視界包圍，於是一個黑洞誕生了。呢個過程通常伴隨一場震撼宇宙嘅超新星爆發，爆炸嘅能量將行星外層拋向宇宙深處，創造出比鐵更重嘅元素，例如金、銀同鈾。呢啲元素最終成為行星，甚至我哋身體嘅一部分。換句話講，黑洞嘅誕生唔單止係行星人生嘅終結，仲係宇宙新生命嘅開端。超新星爆發嘅過程極其複雜，俾我哋再深入講解下。當行星核心崩潰時，物質以接近光速嘅速度向內坍縮，釋放出巨大嘅能量，呢種能量足以點亮成個星系。爆炸嘅衝擊波將行星外層撕裂，拋射到宇宙中，形成絢麗嘅星雲，例如著名嘅蟹狀星雲。呢啲星雲成為新行星同航星嘅搖籃，意味住黑洞嘅誕生唔單止係毀滅，仲係宇宙循環嘅一部分。根據行星嘅初始質量，超新星爆發嘅結果可能唔同。
質量較細嘅行星可能形成中子星，而質量更大嘅行星則可能直接坍縮成黑洞。科學家估計，質量超過太陽20倍嘅行星最有可能形成黑洞，但具體嘅質量域值仲喺研究中。呢種形成嘅複雜性讓黑洞嘅誕生充滿神秘色彩，亦為我哋理解宇宙嘅演化提供線索。如果話行星級黑洞係宇宙中嘅小獵手，超大質量黑洞就係真真正正嘅宇宙霸主。呢啲黑洞盤踞喺星系中心，質量同體積令人瞠目結舌。例如，位於鳳凰座星系團嘅鳳凰座黑洞，質量大約係太陽嘅1000億倍，佢嘅領地直徑達到5905億公里，相當於3900個天文單位，一天文單位係地球到太陽嘅距離。淡壤嘅黑洞可以輕輕鬆鬆將成個太陽係納入佢嘅懷抱。另一個令人震驚嘅例子係 J2157 黑洞，位於距離地球大約120億光年嘅宇宙深處，質量大約係太陽嘅340億倍。呢個黑洞嘅食量驚人，每日吞噬相當於一個太陽質量嘅物質，相當於130萬個地球。佢嘅成長速度堪稱宇宙之最，令人不禁好奇，呢啲超大質量黑洞點樣形成？科學家提出咗一啲引人入勝嘅假說。一種理論認為，佢哋起源於宇宙早期嘅種子黑洞。呢啲細黑洞喺宇宙大爆炸後唔久形成，透過吞噬周圍嘅氣體、塵埃同其他行星逐步長大。呢個假說認為，早期宇宙嘅環境好稠密，氣體雲豐富，為黑洞嘅快速成長提供充足嘅燃料。另一種假說認為，超大質量黑洞可能由早期宇宙中巨大嘅氣雲直接坍縮而成。呢啲氣雲質量極大，可能係太陽嘅數十萬倍，喺引力嘅作用下迅速崩潰，形成黑洞嘅雛形。呢種直接坍縮嘅過程避免咗緩慢嘅物質吸積，解釋咗點解一啲超大質量黑洞喺宇宙早期就已形成。另外，仲有一種可能性係超大質量黑洞透過星系碰撞同併合，合併咗多個較細嘅黑洞，從而成長為宇宙中嘅巨無霸。呢種併合過程會釋放出巨大嘅引力波。科學家透過呢個雷射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已經探測到多次黑洞併合事件，證實咗呢種機制嘅存在。無論邊種方式，呢啲黑洞嘅成長需要源源不絕嘅物質供應。呢點亦引出一個核心問題：佢哋會唔會無限脹大，吞噬宇宙中嘅一切？黑洞嘅成長主要靠吞噬周圍嘅物質。當氣體、塵埃或行星靠近黑洞時，佢哋會被強大嘅引力捕獲，形成一個旋轉嘅吸積盤。呢個吸積盤好似一個宇宙級嘅絞肉機，物質喺入面被劇烈摩擦同壓縮，釋放出巨大嘅能量。呢啲能量以 X 射線、伽馬射線等高能輻射嘅形式射向宇宙。呢亦係我哋可以間接觀測黑洞嘅關鍵線索。吸積盤嘅景象極其壯觀，猶如一圈炙熱嘅火焰環繞住黑暗嘅核心，宛如宇宙中嘅一枚黑色戒指。然而，黑洞嘅成長並唔係無止境嘅，佢受到多重因素嘅限制。首先，宇宙中嘅物質分布唔均勻，黑洞需要有足夠嘅物質進入事件視界先可以成長。如果周圍嘅物質稀少，黑洞嘅進食就會陷入停滯。其次，吸積盤釋放嘅高能輻射會產生向外嘅推力，好似一股無形嘅宇宙之風，阻礙更多物質被吸入。呢係一種自然嘅自我調節機制。此外，黑洞通常位於星系中心，周圍嘅行星同氣體雲有自己嘅穩定軌道，只有當軌道被擾亂，例如喺星系碰撞或併合時，呢啲物質先有可能被黑洞捕獲。最後，宇宙正在加速膨脹，星系之間嘅距離越嚟越遠，呢點進一步限制黑洞可獲得嘅物質。因此，黑洞嘅成長受到物質供應、輻射壓力、星系環境同宇宙膨脹嘅共同制約，佢哋不可能無限脹大，更不可能吞噬成個宇宙。事實上，宇宙中嘅物質總量係有限嘅，黑洞嘅胃口再大，都無可能突破呢啲自然法則嘅桎梏。俾我哋再深入講解黑洞嘅吸積過程。當物質進入吸積盤時，佢唔會直接墜入黑洞，而係沿住螺旋軌道逐步靠近事件視界。呢個過程好似水流進下水道時嘅漩渦，但規模同能量遠超我哋嘅想象。吸積盤中嘅物質喺高速旋轉中相互碰撞，產生極高嘅溫度，可能達到數百萬度，釋放出強烈嘅 X 射線同伽馬射線。呢啲輻射唔單止讓我哋可以探測黑洞，仲可能影響周圍嘅星際環境。例如，超大質量黑洞嘅吸積盤可能產生強大嘅噴流，呢啲噴流以接近光速嘅速度射向宇宙，影響星系中行星嘅形成速率。呢種現象喺活動星系核氣子引中尤為明顯，例如類星體，佢哋係宇宙中最光亮嘅天體之一，能量來源正係黑洞嘅吸積過程。
呢啲噴流同輻射嘅存在進一步證明，黑洞並唔係單純嘅吞噬者，佢哋同周圍環境嘅交互作用塑造咗星系嘅演化。就在我哋以為黑洞係宇宙中永恆嘅吞噬者時，1974年，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提出咗一個顛覆性嘅理論：黑洞並唔係完全黑嘅，佢哋會透過一種叫做霍金輻射嘅機制緩慢失去質量。呢個發現將量子力學同廣義相對論結合，揭示黑洞嘅終極命運，俾我哋深入霍金輻射嘅奇妙世界。根據量子力學嘅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即使喺看似空無一物嘅空間入面，量子場都會產生短暫嘅粒子反粒子對。呢啲粒子對好似宇宙中嘅瞬間幻影，佢哋出現後幾乎即刻湮滅，反倒無嘅狀態。但係喺黑洞嘅事件視界附近，事情變得異常詭異。如果一個粒子反粒子對喺事件視界邊緣誕生，其中一個粒子被黑洞吞噬，另一個粒子可能逃逸到宇宙中。呢個逃逸嘅粒子就係霍金輻射。根據能量守恆原理，黑洞要為逃逸嘅粒子支付能量代價，呢點導致黑洞嘅質量逐步減少。隨住黑洞質量減少，事件視界嘅範圍縮小，霍金輻射嘅速度會越嚟越快。最終，當黑洞質量減到某個臨界點時，佢可能會喺一場劇烈嘅能量爆發中消失，呢個被稱為黑洞爆炸。呢個過程聽落好似科幻小說，但佢其實係量子力學同廣義相對論結合嘅產物。俾我哋再詳細講解量子場嘅概念。量子場係宇宙嘅基本結構，科學家認為宇宙中存在多種量子場，每種場對應一種基本粒子，例如電子場對應電子，光子場對應光子。喺無外力干擾時，量子場處於平靜狀態，好似一根未被撥動嘅琴弦。但當能量或質量存在時，量子場會產生震動，呢啲震動表現為粒子嘅出現。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話俾我哋知，喺微觀尺度上，粒子嘅位置同動量無可能同時精確測量，呢點導致量子場會隨機產生粒子反粒子對。呢啲對通常迅速湮滅，唔影響宏觀世界。但喺黑洞嘅事件視界附近，強大嘅引力場改變咗量子場嘅行為，令部分粒子可以逃逸，形成霍金輻射。呢種輻射嘅能量極其微弱，對於大質量黑洞嚟講，蒸發過程可能需要1100年以上，呢個係一個長到超乎想象嘅時間。霍金輻射嘅波長同黑洞嘅事件視界相當，對於超大質量黑洞嚟講，呢個可能比太陽系仲大，因此探測呢種輻射係一項幾乎不可能嘅任務。科學家希望喺遙遠嘅未來，當宇宙變得更冷、更暗，冇其他輻射干擾時，可以捕捉到霍金輻射嘅微弱信號。霍金輻射嘅存在意味住黑洞並唔係永恆不滅，佢哋最終會縮小並消失。呢點亦為我哋最初嘅問題提供答案：黑洞唔會無限脹大，更唔會吞噬成個宇宙。黑洞唔單止喺空間上重塑宇宙嘅結構，佢哋仲對時間產生奇妙嘅影響。根據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質量會扭曲時空，而黑洞嘅極端質量將時空扭曲到極致。喺事件視界附近，時間嘅流逝會變得異常緩慢。試想一艘飛船靠近黑洞，對於遠處嘅觀察者嚟講，飛船嘅時間好似被凝固，佢永遠無法完全跨過事件視界，呢個就係時間膨脹效應。對於飛船上嘅宇航員嚟講，時間流逝正常，但當佢哋回頭望外部宇宙時，可能發現宇宙已經過咗數千年甚至數億年。呢個現象喺電影《星際穿越》中得到生動嘅演繹，宇航員喺黑洞附近短暫停留，返到地球時卻發現人類已經度過咗數十年。呢種時間效應讓黑洞成為研究時空本質嘅天然實驗室，佢哋挑戰咗我哋對時間同空間嘅直覺認知，亦為科學家提供探索宇宙基本法則嘅絕佳機會。時間膨脹背後係廣義相對論嘅核心思想，時空唔係絕對嘅背景，而係可以被質量同能量扭曲嘅動態結構。黑洞嘅極端引力場將呢種扭曲推向極致，令時間同空間嘅行為變得超乎尋常。科學家相信，如果可以更精確咁觀測黑洞附近嘅時空效應，或者可以揭示量子引力嘅秘密，呢個係統一廣義相對論同量子力學嘅聖杯。黑洞嘅發現係一段充滿曲折同驚喜嘅科學史詩。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後，佢嘅同事卡爾史瓦西推導出黑洞嘅數學模型，首次預言事件視界嘅存在。但當時黑洞只係一個理論假設，科學家唔確定佢係唔係真實存在。直到1964年，科學家利用 X 射線望遠鏡發現咗天鵝座 X1，呢個係一個強烈嘅 X 射線源，但睇唔到對應嘅可見光天體。
進一步觀測顯示，佢同一個行星組成雙星系統，質量大約係太陽嘅15倍，遠超中子星嘅質量上限。呢個成為人類發現嘅第一個黑洞。隨住技術嘅進步，黑洞嘅證據越嚟越多。2019年，事件視界望遠鏡 EHT 項目實現歷史性突破，拍攝到咗位於 M87 星系中心嘅超大質量黑洞嘅首張照片。呢張照片展示一個黑暗嘅核心被明亮嘅吸積盤環繞，猶如宇宙中嘅一枚暗黑之環。2022年 ，EHT 又發佈咗銀河系中心人馬載黑洞嘅照片，進一步證實黑洞嘅存在。呢啲圖像唔單止讓我哋睇見黑洞，仲揭示咗佢哋喺星系演化中嘅關鍵角色。超大質量黑洞可能透過引力影響星系嘅結構，調節恆星形成嘅速率，甚至塑造宇宙嘅整體面貌。例如，科學家發現星系中心嘅黑洞質量同星系嘅總質量存在某種關聯，呢點暗示黑洞可能喺星系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黑洞聽落好似宇宙中嘅終極掠食者，但佢哋對地球嘅威脅其實微乎其微。距離地球最近嘅黑洞位於1600多光年之外，遠遠影響唔到我哋嘅生活。而且，黑洞並唔似科幻電影咁主動追逐星球，只有當物質足夠靠近事件視界時先會被吞噬。地球所在嘅銀河系係一個相對穩定嘅環境，我哋嘅家園係安全嘅。但係，黑洞嘅研究對人類嘅未來意義非凡。透過研究黑洞，我哋可以深入理解宇宙嘅起源、演化同時空嘅深層結構。黑洞仲可能啟發未來嘅技術創新，例如利用佢哋嘅引力場提取能量，或者探索量子引力嘅終極秘密。例如，理論物理學家提出咗黑洞炸彈假說，認為旋轉黑洞可能透過超輻射效應放大能量，呢個或者係未來能源技術嘅靈感來源。此外，黑洞仲係測試物理學極限嘅理想場所。例如，科學家正喺研究黑洞嘅信息悖論，呢個涉及量子信息會唔會喺黑洞蒸發過程中丟失？呢個問題可能引領我哋重新定義量子力學嘅基本原理。更重要嘅係，黑洞提醒我哋宇宙嘅浩瀚同未知。雖然我哋嘅科學技術已經取得驚人嘅進展，但宇宙中仲有無數謎團等緊我哋去破解。黑洞好似一扇通往宇宙深處嘅窗戶，讓我哋窺見自然界最深奧嘅法則。反倒我哋最初嘅疑問，黑洞會唔會無限脹大，吞噬宇宙中嘅一切？答案係唔會。黑洞嘅成長受到物質供應、輻射壓力、星系環境同宇宙膨脹嘅多重限制，而霍金輻射最終會令佢哋逐步蒸發，直至消失。黑洞並唔係宇宙嘅終結者，而係宇宙演化故事中嘅一章。佢哋嘅誕生標誌行星嘅終結，卻又孕育新元素嘅誕生。佢哋嘅成長塑造星系嘅結構，卻終將喺時間嘅長河中消散。作為人類，我哋嘅使命係繼續探索呢啲宇宙奧秘。從牛頓嘅萬有引力到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再到霍金嘅量子理論，每一代科學家都喺為揭開黑洞嘅面紗而努力。今時今日，我哋企喺巨人嘅肩膀上，借助先進嘅望遠鏡、量子計算同宇宙觀測技術，繼續追問宇宙嘅真相。黑洞研究唔單止係天文學嘅挑戰，仲係人類智慧嘅試煉。未來嘅觀測技術，例如下一代引力波探測器或更先進嘅 X 射線望遠鏡，可能讓我哋更深入了解黑洞嘅內部結構，甚至揭示奇點嘅真實性質。我哋仲可能透過模擬黑洞嘅類比實驗，例如喺實驗室中創造模擬事件視界，嚟驗證霍金輻射嘅存在。呢啲探索將推動物理學嘅邊界，讓我哋更接近宇宙嘅終極真相。讓我哋保持對未知嘅渴望，仰望星空，勇敢探索。或許有一日，我哋唔單止可以解開黑洞嘅終極奧秘，仲可以揾到更多關於宇宙、關於我哋自身嘅答案。多謝大家嘅聆聽，讓我哋一齊喺呢片無垠嘅星空中繼續前行，追尋宇宙嘅無限可能。覺得依期內容有幫助嘅話，請幫我點個讚，記住唔好忘記訂閱頻道，咁樣就唔會錯過後續嘅更新。我哋下次見。